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係開運師姐。2026年要特別小心啦，風水界最猛嘅瘟神煞，即係九宮飛星入面嘅五黃星，今年正正飛到正南方。若果屋企大門、睡房或者煮飯嘅灶位喺正南，咁就真係撞正大凶位啦。古書有云：五黃必選主，意思係輕則全家行衰運，成日病奄奄，瞓唔着。重則會有血光之災，呼吸系統毛病，好似流感、肺炎，甚至小人官非、破財漏財，真係唔好玩。講返個真人真事，2025年東北位係瘟神位，有位徐先生，佢間房就喺東北，我一見就同佢講：你房門犯咗鬼門瘟神，唔單止健康差，成日出意外，仲好容易鬼壓床度。結果點？佢即刻喊：全中啊師姐！原來佢每星期最少被鬼壓一次。次次半個鐘，仲一直行衰運，行咗成半年。但係經過開運，師姐幫佢佈局化解之後，唔單止冇再被鬼壓，連工作同投資都轉晒運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屋企正南方有以下情況，即刻跟住開運師姐提供嘅妙招做。大門喺正南，即刻喺大門兩旁或者大門雲石吸嘴掛一串或者擺放開光六帝錢。睡房喺正南，喺房間四個角懸掛或者擺放六帝錢，可以鎮住五黃瘟神煞氣。爐頭灶位喺正南，喺爐頭後面貼兩套，或者爐邊放兩套開光六帝錢，同樣可以鎮住五黃瘟神煞氣。煞位宜靜忌動，南方瘟神煞位要安靜整潔，千祈不可動土、打鑿、堆放雜物。風水典籍中有說：易不言鬼神，而屋有陰靈，不與易經無關。意思指易經不談靈體，但有靈體之宅，必和易經有關。九宮飛星風水由易經而來，所以易經和開運息息相關。想知更多開運佈局、流年吉凶、桃花財位，快啲去我師傅官方網站睇詳細內容啦 www.fengshui.hk。如果你覺得今集有用，按讚、留言、化解，讓師姐知道你已行動。訂閱開運研究院，全年好運唔走寶。我係開運師姐，祝你一帆風順，萬事勝意。下集見啦，拜拜。